點解我哋會話失魂落魄嘅呢？因為喺古老嘅智慧入邊，你嘅靈魂從來都唔係一個整體。魂屬陽，向上嚮往天空；魄屬陰，向下眷戀大地。咁三魂七魄就好似10把鎖匙咁樣，鎖住咗你一生嘅因果同秘密。三魂係你嘅靈性之光。第一魂胎光，佢係宇宙播下嘅種子，不受生死束縛，係你生命本源嘅靈光。第二魂爽靈，佢係你意識同埋性格，掌管你嘅才華同愛恨。嗰個會喊會笑最真實嘅你就藏喺呢度。第三魂幽精，佢緊貼住肉身，掌控你嘅心跳同情慾，係生命活力嘅根基。如果話魂係神聖嘅七魄，就係原始嘅，佢嘅名字奇特，叫做獅狗、伏彘、雀陰、吞賊、除穢、非毒同臭肺。佢哋係你生理嘅本能，掌控住恐懼、飢餓、警覺同免疫。人活着就係呢7種慾望喺度身心博弈，而修行呢，就係為咗唔俾呢7重本能徹底去左右。而死亡呢，就係呢場集會嘅解散，胎光歸於天，重返太虛大道。而爽靈呢，就係棲於靈擺，受子孫祭祀，記得你嘅姓名同聲音。而幽精呢，就係入幽冥，守住墳墓，等待下一次輪迴。至於七魄，隨住肉身每7日散去一魄，7749日之後徹底歸於塵土。呢個就係我哋作七祭奠嘅真相。明白咗三魂七魄，你就會明白祭祀嘅心意。立牌位就係為咗留住記得你嘅爽靈，掃墓就係為咗探望守護故土嘅幽精，中元祭拜就係為咗引導輪迴路上嘅靈魂，話俾佢哋知陽間仍然有人牽掛住佢。呢一刻嘅你體內正住住3分靈性7重本能，3個嚮往天空，7個貼住大地。喺道教入邊，當有一日修行達到三魂合一嘅時候，跳出輪迴就係羽化飛升，帶住全部嘅光明去一個不生不滅嘅境界。